镜头来讲话，法国正出名的世界遗产圣米歇尔修道院，伫当地时间初5日时，是举办1000年的庆祝活动。法国总统马克宏亲身主持。另外，伫埃及13世纪起的拜巴尔清真寺，经过16冬的修复，即马是重新对外开放。伫随行官员甲地方人士的拥护之下，马克宏阿某用行的驶过圣米歇尔殿瓦贵的石板路，参观这个有1000年历史的小殿，甲当年吸引100多万朝圣客的圣米歇尔修道院。修道院伫公元第10世纪开工兴建，不过因为朝圣客真济，所以几摆扩建，到1523年才完工。法国大革命进前，马航当作感觉数百年，这一摆的1000年纪念活动，法国政府除了投资3400万美金，用15年进行修复工程，也安排各项展览。C'est la France qui a fait la France, écrivait Michelet, fille de sa liberté, pour signifier qu'il fallut un effort millénaire pour unifier, rassembler, défendre notre peuple et son destin. Ainsi, la France s'est-elle forgée contre les invasions et les éléments, les archaïsmes et les renoncements, surmontant les épreuves nées de la mer, de la terre, du feu et des airs。同款是受到重视的古迹，埃及首都开罗近郊的拜巴尔清真寺，虽然年代无遐尔久，公元13世纪才兴建，英国比起米歇尔修道院更较坎坷。埃及政府和哈萨克合作，共同投资768万美金进行修复，用16年的时间，才伫当地时间初5重新开放。公司新闻七家真朋友。